镜头来到台中，有一个外籍男性拄到警察咧巡逻时，准备要甲查身份，却随走去。这附近的民众看到嘛，斗掠人，落尾猜到这个人，哪像就是咧甲诈骗集团斗做代志。本分局员警日前于西屯区台湾大道3段一带巡逻时，发现一名阮姓外籍男子神情可疑，上前盘查时竟拔腿狂奔，警方立即展开追缉。 沿途多名热心民众协助围捕，最终在民众的支援下，迅速将该男子拦下。经查，该男子涉嫌替诈欺集团领取金融卡与手机包裹，已依法移送侦办。 经过调查，这个越南籍的查甫人是合法入境的移工，伊是为着要趁所费，所以才会替人送货。这一抓会当领1000块。事当时，伊就是准备要去领货，所以看到警察才会走干那飞。后来警方检查伊的包裹，发现内底是人的卡片甲手机啊，可能有牵涉诈骗。目前嘛已经甲这个嫌犯移送法办。